自己为儿子做便当，尤雅玲知道，待会儿回到座位打开的瞬间，会是充满惊喜感、开心的脸。我会遮住便当，不要让他们喷口水。因为同学会羡慕吧？今天是应景的耶诞节便当，要做雪人、耶诞树，全靠巧手巧思。尤雅玲先让食物有了表情。这个是用什么做？海苔、香松、蛋皮，再运用些小道具，白饭上头，耶诞树出现了。用食物做造型，尤雅玲专注专心。她说：“万一突贼，便当就要开天窗了。”但其实是妈妈自我要求100分吧。就看她给白胖胖的雪人戴帽子、围围巾，还要脸红红的开心。我是在丰富孩子的童年回忆，将来他们长大回想起妈妈做的便当，心里一定会觉得暖暖的。身为家庭主妇，不少人抱怨低成就感。尤雅玲想，既然每天要做菜，何不在当中找乐趣？用别出心裁的便当拉近亲子距离。你喜欢的鸡肉来了，你可以加鸡肉和汤汁哦。好，我会加。妈妈的味道让孩子依恋，也享受着妈妈的厨房像神奇的小叮当口袋，变出上百种便当，每一个都独一无二。5年来不重复相同花样，是尤雅玲自己设定的妈妈任务。做出了卡通造型、漫画角色，还有关公、刘备、张飞、三国志系列，让人啧啧称奇。不藏私，他把食谱透过部落格分享，也或邀写专栏，叫做妈妈便当，让更多人有机会跟他一样，用食物表达自己的爱。这是我做的便当，亚黑奶粥给翻饱。要他会做一句哦，这很花时间吧？要花一些时间，但是很值。尤雅玲每天认真的做便当，不只是用餐点暖了胃、暖了心，同时也创造了让人羡慕的幸福感。亚黑奶粥给翻饱，亚怕会做一句哦。亚黑奶粥给翻饱，亚怕会做一句哦。